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二筆7月專輯。第一篇，勿以事小而不為。第二篇，履行大公教會慈悲使命，建構以人為本的尊嚴社會。第三篇，看不清楚貧窮的扶貧報告。第四篇，在有限中彰顯人的偉大。勿以事小而不為。教會多年透過電影推廣關注難民議題，但係不少人對實際嘅行動卻步。委員會今年與善牧助更新協會合辦活動，為尋求庇護者剪髮同埋拍攝全家福，促進彼此嘅接觸同埋理解。參與者喺服務之中突破文化嘅隔閡，受助家庭亦感受關懷與尊重。經驗顯示，善行無需宏大，只要由小開始，已經能夠喺社會播下愛與希望嘅種子。履行大公教會慈悲使命，建構以人為本嘅尊嚴社會。行政長官展開2026年嘅施政報告公眾諮詢，文章期望政府能夠整合社會、經濟同埋環境嘅政策，以市民嘅全人發展福祉為施政嘅核心，促進社群喺身心社靈各方面嘅整全發展。為此呼籲政府關顧雲福院災民長遠嘅需要同埋支援，檢討制度，並且建立清晰而全面嘅貧窮嘅指標，舒緩貧富懸殊嘅問題，同時完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配套，加強生命教育同埋晚期照顧嘅支援，建立一個共融仁愛嘅社會。看不清楚貧窮嘅扶貧報告。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以7個面向21項指標評估扶貧成效，取代過往以貧窮線量度貧窮嘅方法。新模式較以往全面，並且肯定了社區客廳、共創明天等項目嘅成果。但係報告缺乏清晰可反映貧窮嘅指標，也未能充分回應香港貧富懸殊同埋結構性嘅貧窮問題。文章建議政府說明資源再分配對扶貧嘅成效，並將扶貧對象擴大到其他有需要嘅社群，完善扶貧政策，推動公義同埋共融嘅社會，在有限中彰顯人嘅偉大。教宗良14世首度通諭偉大的人類以人工智能時代為背景，其核心嘅關注並非科技，而是人嘅尊嚴同埋有限性。通諭強調每個人因為天主嘅創造同埋愛而擁有不可侵犯嘅尊嚴，其價值唔係取決於能力、財富同埋成就。同時，人係為關係而受造，應與天主、他人同埋受造界建立共融。教宗指出，脆弱、痛苦同埋失敗並非缺陷，而係人成長同埋認識尊嚴嘅重要途徑。通諭亦對超人類主義與後人類主義提出批評，提醒社會勿因追求進步而忽視弱勢社群。人嘅偉大不在於消除有限，而係喺有限中活出尊嚴、共融同埋愛。二筆7月專輯嘅詳細內容，請瀏覽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嘅網站二筆專欄。